丁来，走了。阿婆丁来，回家了，回家，是不是？回家了。海鲜來講啦，嗬，對吳佩蓉來講咧，一神忙啊，哪個神忙了？亂吼你呢？因為大擂台，鬧熱強下來。係啊，太有鄉親朋友大家好啊！哈，叫禮拜無同大家見面啦啊！他咁留相愛冇啊你哈？哦有哦，你去減肥班是嗎？開玩笑，你都已經瘦了，我不能瘦吧？我有嗎？對呀，有。你瘦20公斤呢？那你也瘦太多了吧？沒有了，有胖回一點。奇怪哈，我大概瘦了10公斤啦。真的哦。哎，你瘦20公斤，為什麼感覺不出來？感覺不出來。那可能是視覺的，羅哥，你可能要去看一下眼睛。我剛剛聽那個小康老師說，上2個禮拜是哲偉老師來代班嘛，對不對？他說，哎，仿佛回到過去，他以為過去怎樣呢？以為是什麼？小康老師，你講話要小心哦。過去怎樣呢？你以為是都在錄雙星報喜啊？雙星報喜。哎，馬上進入完那個會線啦，哈。會線第3禮拜。第3禮拜哈，來介紹評審席長來。葉家修先生、齊思飛先生、羅格利先生、總理先生。海線挑戰賽比賽規則：大沙選手演唱藝術歌曲，3隻難點以上就過關，黑幕就暫時淘汰。先生，介紹都要講一下評分的規則了哈。請我們來介紹老師。啊，評分的規則真簡單啦，你要是海線嘛，哈，個基本功你聽到做啦，哦，音準啊，哦。唱歌的節拍啊，哦，嘅還有最重要是冇忘詞，歌詞要帶緊。唱到不給你彈到講，你要做得參加比賽，對。但是你有發展潛力，然後另外我們再加分這樣，好吧？好，阿子姐，謝謝老師，好，歡迎第一位啊。TV 係來自美麗嘅黑龍，蒼唇尾帶來銀眼線。我嚟睇下啦。唔係客家人呢？係啊，要唔係客家人啊？多人啊，哈，多人啊，加本客家人係嘛？老師只教了5首歌呀，對，所以你聽不懂客家話嗎？是問說嫁給客家人嗎？沒有，哦，沒有了。你不是嫁給客家人啊？不是。那你為什麼會學客家歌？去上課吧。對，去狗友班。狗友班。對。你住哪裡？住後龍。後龍。他說他只有學5首客家歌。對。哦，苗栗有18個鄉鎮。對。18個鄉鎮。
比较海边的都是讲喉咙诶，对对对，我就是住海边的。就是住海边的，你管海边管很管很。哦，所以你的歌唱班老师应该是就是客家老师，对，客家老师。所以他有时候会教客家歌曲，几首而已。几首而已，对，一直强调。对，所以你只要来参加5次就好。所以他现在学5首嘛，对，学了5首。好，刚刚那是其中1首。对。还有4个礼拜哈。对，差不多到8强这样。加油加油啊！谢谢。来，唐燕先生的公平的。嘉欣老师。哦，你的老师很棒哎，因为他真的连这个我们客家话的咬字啊什么都咬得不错。哎。是真的很没有，也有可能因为后龙离客家庄其实蛮近的，他接触客家人也蛮多，所以他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客家话有一个地方有些东西咬字不太容易唱得那么好，对，觉得咬得不好。没有，所以我是劝你要放松一点，就是说其实他的咬字都很不错了嘛哈，有的要转鼻音啊什么这些比较难的，一般人不会的，他都唱得不错啊，所以我是希望你说你再唱得更好一点。我刚刚偷瞄了一下世慧老师在那边写说。低音浑厚这样，嘿，所以哈，客家界的蔡琴啊，所以我就对，希望你就是把它放松，以后在唱的时候也就把自己当成蔡琴，把那个感觉就是自然。像这首歌，如果你把它唱得更蔡琴一点的话，搞不好就以后就变成客家歌的蔡琴了。哦，对，加油一点，好，加油，好，对，放松嘛，放给他很松的，是要多松？这么松，6块肌都要放开，这样啊。好了，来，看有没有办法过关了。欢迎他唱出某一个分数。来，过关。哎呀，恭喜！好了，没有问题，过关了哈。过关嘞，恭喜！谢谢。希望你希望了哈，多虽然是口罗人，但是可以多学客家话，好，多一种语言就多一种机会嘛。对啊，客家歌再多学一点。好，可能以你的蔡琴的这个低音，搞不好可以延续到很后面浑厚的低音。谢谢，好吧，加油！没问题。好了，回头休息，谢谢。好，来，撒下来，去来自桃园嘅观音音乐厅帶來嘅講講。好，嚟談過啦。你好，来过了哈，来过，来过一道拜。为2。算3次。算3次。算3次是什么意思？6年级的时候有来过。对，难怪我觉得他今天怎么突然6年级的时候，对啊，我看不到罗哥嘞。对，你6年级的时候有来过？有。然后嘞？然后去年有来过。去年好像也没那么高，对不对？有长高吗？没有，你去年没过。真的。
哎呦，女大18变，男大是。男大也是18变，也是吧？对，还是一样很可爱啊。对啊，哦，3次。3次。哦，哎，我听说你很喜欢看我们这个节目，年轻人会看哪那节目会懂些啊？皮伢阿婆看哈，陪他的阿婆看。皮阿婆看啊。阿婆看佢天天看咯。哦，对。然后阿婆跟妹妹又来哈。又来啦。有，进来，阿婆进来。走了。阿婆进来。回家了，是不是？回家了。讲话注意一下。阿弥陀佛。准你了呀。他为什么不陪你到久一点？哦，要那个照顾阿公。哦。他回去煮饭这样子。反正他电视上可以看你唱歌。对。好啦，现场看的感觉不一样啊。对啊。没关系啊，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你确定你今天会过吗？你确定吗？好啦，那我们来听老师讲评了。视频欣赏。对于雅跟尹色来讲，我还蛮欣赏你的音色，我觉得音色很有情感性哎，然后张力很够，所以讲可能未來我比賽嘅話，可能要注意到唔切揀牛屎嘅部分，因為睇嚟出來，人嘅牛屎嘅部分係冇按標準，係冇按標準，所以有陣時咧，可能牛冇碼清楚。唔記得嗰時一哼用白琴就會比較含糊，可能杰倫唱法也有，對，也有可能。年輕人哦，沒有可能。啊，不過我喜歡那種情感性的張力，所以講你的嘴型可以再完整一點。好，啊，像上音，真嘅我要音說，你上音就不夠了，所以會比較可惜。好啊，所以我会希望听到这样的声音，可以再有一些更多的未来的一个挑战。OK。那个歌词的部分，你要唱的时候，你可以先拿给阿婆啊，请阿婆念给你听啊，对不对？熟悉一下嘛。对啊。对不对？好。婚音就會唱嚟。好。OK。來，開件爸爸歌管我來。好，可以嚇。一踢嘅分數。來，過關。過關。哦，容易過關啊！他一般跟阿婆來看，係咪啊？係啊，讓阿婆皮較叫到嘅，係咪？皮下都是做得嚟，都做呢個卡。阿彌陀佛。好啦，你阿婆還很健康的。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啦，撒下來。撒下來嚟吃新竹新譜，以熱陣帶來愛嘅欣賞。我來等下啦。于大姐这个音色很好哎，对呀，很干净呢。终于看到你啊，什么？终于看到你的本人了。啊，庐山真面目。看到偶像了，是不是？怎么样？那个麦克风坐在哪里的地方？如何？没有，很本人比较帅吗？
呀，这不好说。啊，不好说，不好说啊。听说你看我们节目看了19年呢，对，可能1、20年了吧。哇，不好意思，我这节目才16年而已，没有到还不到20啦。就反正就有就一直看就对了。哦，是罗哥的粉丝吗？对对。啊，你一般用我有嗰種當量用意嚟上是想說，哎，試試看啊。試試看，還是有旁邊有人慫恿你？沒有，就是很喜歡唱歌，很喜歡唱歌，早就可以來了。唱得那麼好，那狂按叫，不敢呐，你狂按叫，怕唱不好給人家笑。哪裡有？唱不好給人家笑一笑就算了啊，有什麼關係？而且唱得很好啊。對啊，我常常也會唱破音，人家也會笑啊，對不對？啊，好，唱得很好，唱得很好。好，來，講一下羅國立老師的歌。國立老師。然後以少君以後，其實你歌貼給西夏斯唱出來，我們心頭就很篤定了哈。你會是這一屆的資優生之一哈。聲音非常清亮，非常婉轉。你那種聲音呢，基本上就較適合較傳統派嘅流行歌曲，哈，輕柔嘅一個方向。但是我本建議就是講，我希望你去訓練自己另外一塊，看某空用那個歌路，好，不要一直選傳統的，因為你一直聽你唱傳統，雖然很好沒有錯，可是你永遠可能就是60分，永遠都是70分啦。當別人都在進步，你不進步，你就是退步了嘛。好，這是我對你的建議。想辦法去思考，除了這一塊有沒有之外，有沒有另外一塊，讓評審看到你的空間。你的本身的知識條件很不錯哦，你缺少另外一個有力的武器，讓自己進步。好不好？加油！我剛剛是認為他音色很美啦，音準也很棒，但是就是嘴巴都。中國嘅追冇白開。飛欣賞誒，都模仿回來。是，其實這就是我想要給你這個建議，不要緊張。然後我覺得你唱得很好，因為你站在這個地方，你海選過了，就是有你的實力，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說，哎，我唱，你看剛才我們覺得你唱得不錯，你說沒有那麼好，沒有，其實你是很好的，你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然後唱歌的時候，下一次來比賽的時候，眼睛要看着前面，不要一直這樣。對你整個前面很有自信，你的聲音能夠唱得出來，我覺得一定會更棒。其實你有很漂亮的聲音，我覺得你很棒，加油！難得，很難得。對啊，嘴巴打開就會打開，有自信。就一唱歌就看到位這樣子。對。通常啊，那是蔡琴吧？那他願意看到位哦。對啊。來，可以給他高管冇來。營業整個分數。高管。冇問題嘞，嘿，4分欣賞，滿燈數，滿燈數，真的音色很好，唱得很好嘞，加油加油，加油，來，回座休息。好。啊。動作很慢嘞。猶豫一下。應該屬牛的。然後你通用嗎？我不是，我叫大牛，但我不是屬牛。我不是屬牛。好來，沙下來。沙來係來自苗栗廣告，總會上帶來天公。好嚟，大家啦。人生舞台戲難演，親愛小姐好，還有我的偶像，不敢，那想必應該都有唱我的歌哈，來一首，來一首。從小聽你的歌聽到大的，然後來秋溜。他這樣認真看着我的時候，有點小鹿亂撞。哎呦，我也是。媽很喜歡你，那就賞心悅目。看我一下
快雄好。哎呀，快雄以前雷哥哈，吸了一口大气，定中哈，如释重负啊。当然从，唔係啊，創到以後啊，係啊，唔上擺嚟比賽時間喺哪叫？前年呢？前年哦。哦，啊，創到一個禮拜。T3館。T3館。哦，T3館咧 PK 賽嘛。就被 PK 走了，係嗎？你跟誰 PK？對手太強了。對手太強。那個隔壁同學，邱立書。邱立書哦，那是神。邱書，那沒辦法就回家了。對啊。然後又嘟嘟後來又唔記得歌詞。哦。重點是忘記歌詞啦。對啊，沒讀都記啊。沒，那個邱立書很難打。對啊，邱立書很難打，沒錯，他是大魔王。對啊，你這誰不好 PK 跟他 PK，真的。處前面處鬥呀。手氣這麼，手氣不好，多衰啊！你看，所以的 PK 賽的時候真的要小心了，要先去拜拜啊，先去拜拜，或者穿個紅內褲啊，你可能會抽到比較弱的那個對手。沒有暗湧就抽嘞。這個。難怪我以前當魔王的時候，大家看到我臉都好臭。哦，多恐怖啊！你真的是大魔王。明明就是蘇斯哎，趕忙走避。哦，這個節目也是跟着阿婆一起看哈。阿婆挺好看，沒挺好看。阿婆挺好看。剛剛玉騰偷走我的梗，我本來也想說，阿婆都好看。係啊，跟太子個阿婆都中意看嘅。對啊，所以很好。香港人當到做一天天阿婆師太年嚟看安尼節目，看原來客家歌曲、客家話，哦，客家歌曲啊，當到董後堂嘅歌曲，哦，將一條天光咩董後堂啊。係啊，想去衝本阿婆堂嘅。那不來鬧到你都衝下天光。我有一首歌叫《天光》。你的那個可能太難度太強了。是嗎？下次我唔記得歌詞。下一次。太多了，還有拍攝哦。韓一白挑戰，幹嘛？韓一白挑戰。你不要逼他了，韓一白做得嗎？做得啊。做得啊。有高管嘅。有高管哈，好好。後場你有嘛好講誒？不怕虎，對不對？對啊，有什麼關係？來，唐下欣賞公平，來。是。開翔，你有非常棒的聲音，很漂亮的音色，而且你的音色，你的音色有非常大的廣度。我非常期待有一天你能夠選那個長音很多或者延展性很多的歌，我覺得你的聲音可以做到，對，非常的棒。剛才我重新在訪問的時候，拿耳機聽你的嗓音，你公發跟你衝狗嘅音色有一些不一樣，可是我更期待你學習唱歌。可能剛才緊張哈，你衝口嘅時間，有的時候你喉音的部分用太多，變成這樣，會聽到你那個比較粗的那個聲音，壓喉嚨的聲音沒有錯，哈，聽得非常清楚。但是你跟我發嘅時間，你聲音很漂亮，在這個部分，我覺得你可以去試着用這個部分的聲音來唱。但是有一個重點來了，你今天
尾音的地方会一点点飘，高音的地方会偏高，那是因为你唱歌的时候核心没有用力。如果你在唱高音的时候，你整个是松的。声音就会偏高，但是那个音色是对的，好，所以鼓励你回去试试看，在高音的时候，肚子用一点，最中心的地方用一点力气，肚脐下面3公分那个最核心的地方用一点力气，一定要让自己把这个声音 hold 稳，你将来一关一关，就像罗老师说的，一关一关比赛过去，你才能过关斩将。好，但是今天很棒，加油！什么紧张？好，你帮我过关嘛，来。好，看他总可以什么分数？过关，没问题，好，恭喜，好来，回座休息啊。什么？哦，沙落，沙落此行祝福口，来金锤带来人生舞台。来打关啊！这一期的哈，我发现很多这个年长的朋友唱的真的都很好呢，而且台风整个稳健，有冇？所以你看，小姐好，还有我的偶像风格，不敢，那想必应该都有唱我的歌哈，来一首，从小听你的歌听到大的，老奶中庸。请问一下都是啊？你归港那个。但我要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这首歌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对呀，已经埋掉了。没有，真的，我是你是我的偶像。当然，你唱那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很年轻吧？对不对？记得当时年纪小。对啊，我们差不多年纪嘛，17岁啊，真的又是魏如老师吗？我的无言的结局，那个也是他合的啊，真的无言的结局，单。那时候真的很小，年纪真的很小，还不到20岁。哇，对啊，那时候我们都还记得那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真的。对，你是我的老偶像，那是小偶像，我也有份就对了哦，最新的，对，最新的，在我们客家界的大炮型的这个女歌后哎呀，那唱得懂哦，真的好好，谢谢。要安排唱的空路呀，唱的呀，那啊，对，加。而且你像唱 N 嘎那种感觉，我在修行呢，修，哎呦，你是修什么？对，你在修行。没有啊，躲起来，躲到厕所里面唱啊。哇，唱了10几年才跑出来啊。对啊。那你的厕所的味道应该很浓了哈。对，真的是很浓。对。他也很好聊呢，很会附和我们。没有，我那这个要以后我们好好再聊一下哈，因为今天参赛者太多了。没问题。好，来，那李先生的讲大学先生。你唱了首歌吼，你准备亲和啦，对，我本来个情感。你去试唱噶，开始噶，在做个练习噶哈。因为你不这个地方，你那个换气的位置这么错嘛，你知道吗？哈，但是你会正式来的时候，你是唱错嘞，所以莫简单。俺是地公，你请厉害嘞嘿。走在点头差不多6强的时候再修理你就可以哈。所以根本就表现少啦。不过你。喊有一点就提密了鼓，一步登天，
而且你换气的位置要在一步登天，当做对稳。所以那几十公公，像这种很快的换气，你会的话，以后一定要把歌词每一句混合，来回稳气，那个上好，然后快换慢换去表现一下的话，最好像刚刚那样子，有的地方哦，你换的哦。都不知道你在换气，然后请你会加油，好不好？谢谢，我们6强再见。好，6强，6强在修理你，已经预知他会到6强了，那你要加油啊！ OK， 但是要看金玉把过关，因为我过关了，来，看一下，看一下赖金锤的分数。过关，没问题，没问题。容易，好，期待你真的可以进入6强，好不好？好，谢谢，专业当潮，谢谢。啊，接下来这个美女呢？美女，哎呦，来自哪里？新北市凤新义带来什么安讲你让一切拍摄哦。我还以为唱我的歌呢。他一百，他过关就唱你的歌。对。金娜老师好，哇，你好适合唱这首歌哦，真的，这个就标准的人美歌甜，有没有？真的，哎呀，哎呀，还敢赢吗？半个，哦，嫁给客家人，对不对？还没嫁，我妈妈嫁给客家人。那你小孩几个了？还没嫁，虽然也是可能有小孩啦，几个？未来。哦，爸爸妈妈是客家人，爸爸是客家人，爸爸客家人。哦，所以他小时候没有学到母语。对。现在是想要把母语捡回来。对，想说借由这个节目又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学客语。对。他这样认真看着我的时候，有点小鹿乱撞。哎呦，我也是。你的性向是已经转变了吗？都可以，没有啦，都可以啦。就是觉得人正，就是漂亮的人，就是还是赏心悦目。看我一下，快点。哇，
罗哥的胸肌都出来了，好厉害。这个你怎么会想说要来参加我们要找节目这个节目？因为我的工作是电台 DJ， 在那个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Pop Radio。对对对。你是 Pop Radio？ 对啊。那是跟哲伟哥一样吗？啊，对啊。所以我就听到他的新歌。你在那边待几年了？大概5、6年。5、6年，那我去年去怎么没有碰到你？前年去？因为我之前都在假日，然后现在开始就是有品从的时间。所以 Pop Radio， 你看他的所有的 DJ 朋友都是真的很优秀。你看哲伟老师，对啊。好优秀，就是因为听到他的歌，然后他就介绍我说，其实现在客语歌，尤其是流行客语歌，其实很好听。因为我的客语歌都停留在以前传统，什么天空啊，对对对，爱张两山皮哟，老山歌那种，老山歌，就是都没有更新。然后听了之后才发现，哇，真的很厉害。所以你这些歌曲库都是哲伟老师提供给你的吗？他有推荐一些，然后我就开始上网去到处找这样，然后嘞，真的很多很棒。现在下次也可以挑战。很想，但是不敢。不敢，那你就自己唱好了啦。你的歌。应该说，请吉娜老师可不可以唱简单一点的？我的歌有，你知道年纪大了 key 就会一直降。你说我吗？空来了。好了，那我们以后再好好聊。我相信你今天应该可以过关的。真的吗？来，老师那个。实力欣赏。其实两个声音当甜，唔見邊線個要線都當好。所以講，可能有個地方嘅咬絲你要特別小心，因為到後背來慢慢的，你咬絲嘅部分可能會越來越嚴格，所以你可能要注意這一塊。好 ，OK，什麼？安子 C， 什麼欣賞？安子 C， 好，來看一下，應該又過關了哈。歡迎下王心怡嘅分數。過關。有人想要引起你注意。对你这个老人，你有听到哈？被你逮到，妹，我的意思是讲哦，我希望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给提供，有很多地方其实还有加强的。你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来的美女歌手哈，通常大家都会觉得，她很棒嘛，就分数往上加，很多小地方都没有特别的注意到。那像今天我觉得冲号了。是蛮好的，但是什么你那个有一次确实你是没唱到，对，好，你不要逮到，对不对？所以我不打你红的还可以吗？当然一定要打。我现在就是打你这个红灯，就希望你开始给你个这个重任，就是当你以后客家现代歌曲的代言人，直接把基娜干掉就对了，这样好不好？麻烦你了。好，加油！你是说外形上吗？没有。我希望说，因为他现在外形他干掉你是100%的事情了。我的意思是希望说，他真的唱歌的时候，真的能够就是全心的投入，然后再表达或者唱出自己的 style 出来。对，在这一点上是蛮重要的，这样好不好？好，加油！谢谢。爱之深，责之切。对，就好亲切啦。老师心里已经95分了，老师希望你能够到100分嘛，对不对？感谢你，还是过关了，恭喜！谢谢。好，回座休息。好，沙下来，好，来。沙来，此头眼凭证，王胜文带来一条滑鼠巾。还有一条滑手巾来看看啊。花树边呀，旧年用到边，年来春寒呀西人，不爱相依时，哥送我一条花树根，今日出天边，树根上面绣灯节。是南古天秋不看清。王太哥好，让我按断哦。太短了吗？跟师傅都忙错谁会啊？冲起来啊！哦嘞，还是小康老师你偷懒，你呀，扣钱哦。
啊，你才让他唱一遍而已啊？对啊，一遍。基本不是1遍半吗？啊，没有啦，还是要看人呐，看歌啦。你是怎样？你怎么不小心说出心里话了？你那个心他跟心意就这，他可以唱2遍，是不是？唱2遍啊，给他唱1遍半，1遍。其他老师说可以唱3遍。你看，等一下传统组还有只有前奏的就没了。那我就讲衰了，嘿啊！等下看看传统组。他全部唱一遍啦，因为会线哦，音量多。全部一遍练相关。哎呀，一条歌不能是传统歌，所以较短啦。哦，较短。本来就较短啦。客家歌我还是有唱。哦，系啊。你唔咩好？唔咩客家人。唔係客家人啊。哦，你用客家話要講。啊，你做哦，就可能同佢共用啦。客家人啊，去唱好多歌唱得到，係嘛？平常唱得到好多歌嘅。哦，因為廣發嘅聲音，廣發嘅聲音好結實哦，好低沉。對啊，哦，你聲音好好聽哦。對啊。你這應該很適合去當 DJ 哈。DJ。英國的韓特說，地球有2個世界，一個是疆界與戒律可以衡量的世界，一個是我們的心與想象力可以感受的世界。哇！英國的華貴牌保利斯褲襪，腰部以下全部透明。是唐哥嘅廣告啊，是唐哥李季準啊，知性時間，歡迎您收聽。哇！我的聲音好聽好好聽哦，你愛上。你做乜嘅條路誒？嗌哦，DJ 哦，DJ 嗎？唔係，我做鐵窗門嘅掉。哎呦，哦。修理紗窗紗門嘅，那是紗窗紗。冇空冇空樣。哦，鐵捲門啊，鐵捲門，鐵窗，鐵皮屋，看得出來。對啊，有曬黑的感覺，健康的膚色。那很辛苦哎。對，那個有時候在外面，而且那個是富貴險中求啊，都要冒着生命危險的。對，真的哦，所以在掉那個窗戶的時候，要爬高爬低。蜘蛛人哦，所以用吊的，我用吊的哦，哇，有時候吊車來哦，一根繩子就這樣上去上面。哎呦，一根繩子。對，他那個吊繩啊，那安全都有做好吧？有啊，有啊。沒有做好，應該也不會來唱歌。對啊。所以現在還在做嗎？也還在做，還在做。哦，播種啊。好唱歌誒，聲音好呢。有啊，有冇看過一下唱出來呢？什麼？來，那位先生嚟。嗰位先生。哦，沈文國恭喜你哈。我聽你講法上。歌聽唔唱歌，而家出嚟講唔唱歌嘅也係天賦啦。相對也開心嘅階段呢，包括後面每位參賽者都一樣。現在這個階段，我哋要求並唔會唱嚴格，因為我哋要期待可能後邊一個表演嘛。我發現叫做咩？到目前為止，免費參賽者表演都當好呢，我想有一啲好現象哈。我預計這一季你們這一期這一班的同學會廝殺的會相當的嚴重哈，所以大家。好好的超越自己，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勝利。你能夠超越自己，你就一定能夠打敗對手。給大家的建議跟鼓勵，好唔好？沈文哥哥，加油，加油！好，嚟可以把個歌講埋啦。好，看一下王神父嘅盤出。人生有白馬山，我們就6點要上班嘛。6點就要上班了。6點啊，爭到衰啲呢。張風雨偏走啲，做到6點嘛，做6點嘛，因為早點來出門冇人看到，啱不轉來要衰冇冇人看到啊，所以我成日唔會出嚟啊。唔會出嚟。看一下王神父嘅盤出。過關，這次沒有卡燈嘞，輕掉。卡燈，恭喜哦！滿燈數，恭喜！繼續加油，繼續加油哦！回頭休息，好，嚟撒下嚟呢。撒嚟係呢啲係來自桃園中啦，黃風橋帶來情歌傳先生。好，嚟聽下啦嚇。
哎哈，安尼客家新球啦，係嘛？係啊，客家新球。很亮哦，哈。啊，客家新球。加本客家人。啊，唔係客家人。係河洛人。河洛人加本客家人。客家新球。啊，後人水都適當多。哦，就會講客家話，從客家講多當好，係嘛？係咩嚟嚇？聽樣嚇。係係。啊，哎呀，真係適當多。因為也係想我哋參加呢節目比賽。歌唱班。歌唱班。老師推薦。還是同學推薦？都有啊。都有。啊，你同學有來嗎？有啊。有係啊。有啊，有同學也都有編來啊。哦，安尼感情以後哦。係啊。係啊。送兩個禮拜咩？有加晒喺，就是同一班的同學叫他來比賽。哦，真的啊。係啊，咩有機會都有。係啊係啊。哦，結果可能就看慢一些留，慢一再留下來。對，留下來了，還好。全部都留啊，不差。係啊。好，來唐先生嚟講明啊，飛宇先生。老師好。鳳嬌姐，哇，就像羅老師說的，我覺得這一次大家的聲音都好棒哦。對呀。那鳳嬌姐，你的嗓音非常的清亮。哇！一出去一唱第一句的時候，就感受到你的聲音的亮度，而且整個是非常的穩定的。我覺得，非常的棒。你有這樣的機會學客家歌，然後一定要多學一點。我覺得你唱歌唱得很好。那不你給你個建議，就是這首歌，你看每一個字的最後都是唐，然後桑、唐、樣、桑，全部都是啊的音。如果你的尾音都一直在啊，就會好像那個很亮，這樣一直傳出去，聽得就不舒服。其實每一首歌的每一個尾音都要把它收漂亮。本意堂記得要收，然後滿山要收。後來尤其是桑這個音，後面全部都是桑，你一定要記得。歡迎你嘅歌聲，要收。歡迎你嘅歌聲。這個問題你如果克服，將來會唱得更棒。好，這一點加油，我相信未來會更好。加油！謝謝你，不同的表情。好，來看一下有歌管冇？黃鳳橋嘅倍速。歌管。謝謝老師。我還以為老師，然後他等一下又要補充的。我是真的覺得要補充的，真的啊。沒哪一句是講哈，從你哈發哈，像這個，尤其是尾音的這個，剛剛慧茹老師說的，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寫歌的人喜歡用有鼻音的地方做尾音，因為昂唐的你可以不小心就把它收掉了，所以你要算清楚你這個句子怎麼樣子的咬字，唐是特啊。後面再加一個糖，你要把它算清楚，所以每句都要這樣想。所以跟意思講，鳳嬌，你在這個部分你把它做太長了，就把它收掉，偷偷的收掉就沒有感覺，然後你就很漂亮，好不好？好，謝謝。什麼先生？謝謝，很好的建議哈。了解了哈，你了解哈。了解哈。啊，那恭喜你過關哦。過關了，謝謝。恭喜啊，回座休息哈，謝謝。好來，殺下來，來自沒有律師傅文飛帶來的古鎮難民。來，彈好了。甜，甜。
哎，你好，虎皮姐好，罗大哥你好，这个第100来的朋友了哈。你好，你好，你客家人嘛？系啊，客家人苗栗师女。苗栗师啊？对啊。苗栗师，这长工期都冇来比赛的嘛？很意外啊！好，意外有蛮讲，因为我上班从那里一清宫那边，那天是在一清宫还是？对，我从那里过，然后因为我是送养乐多的。哦，现在还有人在卖养乐多。对啊，我在送养乐多啊。那刚好我在那里过，我一想，哇，那怎么那么热闹？我就跑进去，然后一看到，哦，闹烈大擂台，我说，哎，我很喜欢唱客家歌啦，就常看这个节目，对不对？哎呀，我有天每个礼拜有时候有看，有时候没有时间看。我想说，我就来去尝试看看，壮胆。就对啊，然后我就去，然后人家就问我说：“小姐，请问你是哪个老师教？”我说：“我没有老师教，我就是听闹烈大擂台，然后我自己爱唱歌，看那个手机这样子唱。”然后他说：“你敢来啊？”我说：“没关系啦，我这是自己的胆子，喜欢吧，看看啦，有机会就没机会的话也没关系，就自己有尝试过了，就这样子就好，就这样子去。”就来到电视台，对，结果就误打误撞，真的很多会红的就是这样子。他本来陪朋友去面试，结果反而他红了，好多这样子啊，对不对？也是自己尝试看看。你搞不好是玉清宫，玉清宫的主神是什么？玉清宫的主神那个啊，关帝圣君，关帝圣君，搞不好关帝圣君把你牵引到那里去，钦点你来，牵引到那里去。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哦，他可能认为你还会红，会红，对不对？哦，谢谢。到时候记得回去庙里拜拜，对，再去还愿啊。对啊。好来那边紧张来讲，紧张。我觉得我会其实你的客家话懂很到地。非常好，那可能在踢败比赛，所以你一直处在那种很兴奋的状态，所以其实你这边音准啊都有点偏高了，对，都偏高了。我会发其实你唱都懂问，如果你平心静气下来，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唱，其实我基本上整体来看，其实你是唱得很好的，好，你是唱得很好，就在那上头，所以压低的时候那个弹音就跑出来，那个喉音就很明显。后人才会上演像金床啊，还有那叫什么记得天床一片，特别就会出现到嘅后人才会上演，所以就卡大声。好，所以记得哈，因为跳一摆嘛哈，今边咧可能我哋分数唔好按严格啦，所以我希望讲，因为按好嘅声音冇流动我们吃到懂大声，好，我就会爱个我自己，我就会想要把你留下来。按过最后讲，可能要注意到，比赛嘅时节，既然有按好嘅条件，就慢慢的冲，可能后波来，冲比稳，后波来慢慢一关一关过，可能就会有。懂好的成绩，OK， 好，谢谢，好，来看一看歌感嘛，来。好，副文 P 嘅分数。过来，哎呀，慧茹老师你怎么了？你不想让他过关了？没有，按错了，那按回来啊。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珍惜给不你每一个来参赛的朋友，因为我们都觉得你们有非常漂亮的声音，但是就像刚才诗慧老师说的，其实你的音准偏高，还有中间有一段大概 melody 都不见了，好，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你可以留下来。那同样的，就像叶老师刚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提醒哦，给你一个提醒，那你还是能够过关，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今天是一个提醒，但是下一次一定要把音准抓好哦。那你千万不要太亢奋，然后你整个都唱得这么高的话，那个音准就一直跑到那个不知道哪里去。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你到中间之后就慢慢稳回来了，哦，就一点点偏，但不会像前面那样整个走到旁边去。好，可是我觉得你第一次这样已经很棒了。好，加油！好，谢谢啊，那恭喜你过关了，恭喜过关了，恭喜哈，谢谢，可以做休息。哎呦原来成功有第3个礼拜了，退线啦，不敌不过。系啊，上2礼拜还无落来。系啊，折尾推板嘛哈。系啊，可以7万多，上减肥班对不对？减皮，来，来加个介绍评审是啥？
车启贵先生、李秋霞先生、吴传玲先生、曾明珠先生。好嘞，先生介绍到请讲一下呢，评委的规则哈。请你嘅车启贵先生。来，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首先呢，先来恭喜今日也做现场比赛参赛也的选手呢，通过了一个选秀会来到老热大擂台嘅比賽咯。來到比賽呢，青松耀一定要記得嗬，牛屎要咪辦了，當然青松耀嘅呢，係呢嗰時冇唔記得咯，又係青松耀嘅，所以大家唔使緊張嗬，輕鬆心情來比賽。加油！好，加油哦！方言看過去啊，全部都火燒豬頭皮啊，免鬆你嚟過啊？嚟過啊？有啊，都要嚟過，哇！唔該，哎呀，一號嘅平台嘅咩？敲窗嗰個人，我隨時一來就來嘅。佢睇門本日睇個來，來教到咗嘅啦嚇。來歡迎 TV 參賽朋友。TV 去來自苗栗南州龐刑法帶來3個字。嚟睇下啦。刑法國哈，你好。我請教一下，頭擺喺做乜嘅條路啊？我看個資料當中寫過乜嘅，他從以前工作的時候都早出晚歸啊。早出晚歸。應該是砂石場嘅下巴。砂石業者，哎呦，下巴做賺多多錢哦，地方之霸哈。咩嚟做啊？來做。老尹的視察呀，鏟裝車，哦，鏟裝車，在現場鏟那個砂石的車子，我們就要先上班了，哦，先上班去給他裝車，然後讓他們砂石車開走。哦，個咩工作一門險哈，唔係啊，鏟裝車唔係。你覺得在那個砂石的那個現場鏟車子上砂石車？鏟給他裝。跟我們因為工作時間按長呀。我們就6點要上班嘛，哦，6點就要上班了。哦，6點啊，這樣衰啲呢？6點上班，做到6點嘛，做6點嘛，因為早陣呢出門冇人看到，晏晝轉來要衰冇又冇人看到啊。做到幾多點？6點嘛。早晨6點都有下聲嘢，你開門落去喎，喲，你要走勢，係啊，所以我唔可以出賣啊。唔可以出賣。係啊。也退休啦哈，退休啦，安尼孫年的時啦哈，亞洲的啦，亞洲的，我馬上差不多啦。所以之前的工作慢慢培養，慢慢培養哈。所以你之前的工作時間，咁有看過安尼鬧熱大擂台？較少，因為專業做水務了，大都要出門的啦。啊，真係啊，所以也退休嘅就可以啊，做那個參加比賽嚟衝過，吃飯蹦電視。係啊。對。怎麼香港好來啊？你節目比賽，
退休的就有限，我看遐17台，大比赛哦，怎会有兴趣有限就参加比赛咧。朋友用安尼嘻哈都变淘汰，挨你变看啊，结果佢哋变要中央，马上都变淘汰。他一摆讲落啊，慢慢说进步可能啊。系啊系啊。所以要慢慢努力求进步啦。有信心啦哈。有啦有啦。安尼就唐先生的公平啦，好来来。蔡几位先生。好，新发哥哈。大家看下苗栗南庄人啦哈，基本上创业嘅三個字哈，熬事部分也做得啦，哈平平順順，也個本身嘅運呢也係冇乜嘅問題，但是哦，我有感覺有一種建議嘅地方，而創業嘅三個嗬，也個第二咩時間帶唔下來哦，哈，第各位，你講嘅司機八節 ，NW 李老師叫講個司機八節，唔該挑起嘅地方。愛無跳起嘅地方，也都個跳起，也安尼要注意下。比如講，像今日一開始唱，人生有百難一山啊，cái miệng không hẳn là kỹ gì đấy,山啊就冇睇咧，cái山吼就辣辣嘅山，吼。再過來呢，最尾嘅後見現，嘅嚟米運，也個米運咧嘅鹽吼。全冇嚟，嘅起碼嘅人員，也個氣哦冇辦法去運用到，所以喺假使講入邊有業嚟，喺邊在比賽一定要注意啊，做唔得，你講嘅先見老人，老了一人，冇老了人，反正都個條條件做唔得咯。嚇，該跳起嘅地方跳起唔嘛，冇該跳起嘅地方都冇錢睇跳起啊嚇，誒也自己要注意啊嚇。好，再加油嚇，再加油加油！莫先生，千我叫佢跳起啊，冇跳起人就冇跳起就不得了咧。哇，你改下分數睇下彭顯發嘅分數。恭喜哦，過關咯。4粒點嘅，滿燈數，係4粒點，哦，按槍嘛你啊，冇問題啊，你冇變淘汰哈。專業做嘅犧牲也朋友咧。啊唔逼啊你送過嚟，凊彩變淘汰就過嚟，我嗌4粒點嘅你話。因為佢過關，好多關都會冇。哦，好多關比較多關一點再來說嘴哈。對對對，叫做認真哈，唐先生嘅建議好好嘅學下嚟，好嘛？好，安子生哈，再變上。可以哈。好，我殺下嚟嘅，其實。下一位係來自桃園平鎮，聽小鎮帶來嘅羅山歌。我嚟彈個啦嚇。除衰應該講啦，頭開線來講啦嗬，我對吳佩蓉來講啦，一神忙。啊？哪個神忙了？因為卡帶對後生人來講，那個天方夜譚，卡帶就算了，這位是誰的卡帶？不得了！這個是李秋霞老師的。老師的卡帶。大概80年前出的卡帶。上個世紀出的卡帶。春秋，彩人间呐，莫将了。
山高架甘苍啊。快乐了，逍遥啊，唱神仙呐。谢谢季后。哎呦，两位主持人好。你好。老朋友啦哈，来过一道拜，像同大家报告咧。七三拜吧。七三拜点点吗？嘿啦。哦，你啊。哦，可能留下来时间有较久啦，是不是？请苏师。第三拜还好，第三拜还好。我就会放弃。快，他家就个伊个自己，放弃先生。他这个都是苏师。我拜好个厉害真的。也算安尼天使啦。天使，哦，天使，嘿，天使，这么好讲的天使，这么好的天使，哎呀，他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去他社区关怀一些老人。哦，爱心天使，长照，对吧？现在政府也在推行长照，这个方案嘛，所以他就是会这个陪老人啊，玩游戏啊，照顾他们，吃饭这样子，陪他们唱歌，哎，我这个长照2点，它有分 A、B、C 这样子。A 级是在医院。然后 B 级的话就是安养院，C 级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西据点的关怀据点，他们就是满65上，健康亚健康都可以来，就是目的是希望他们走出来，不要窝在家里这样子，对，然后大家一起可能到一个据点啊，有吃饭、娱乐这样子。所以你是 A 级还是 B 级还是？我那个是 C 级，关怀据点，就是在社区里面这样。就是社区的那个西据点。哦，对。对。本地的弄应该有一只素材后去这边交朋友聊天，他们都会自动来，每天都会来这样子。哦，反正你有卡空的没空的，然后我就跟他们来的就先量血压嘛哈，量好再带他们做5行操。做怎么做？5行操怎么做？哎。还要画卦吗？画八卦。最重要的是这样甩啊这样子的。对，那个有点像气功啊，有没有？对，那个外丹功啊。没有，这个手这样子甩，用力甩会一身汗呢。现在有的社区的长照，他们跳的那个放的音乐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那个顽童的那个。嘿，顽童的乐，这么嘻哈，我的片夹，哎，就真的就跳那一些歌嘞。对啊，轻游姐姐辣台妹什么的，就那一些嘞。罗哥，你是有去哦？没有，网络有看到。对啊，真的现在都很流行，都有了，各个社区巷弄长照站各个都有，真的很棒，非常有爱心，天使，真的值得尊敬。来，唐亚欣赏的公平，邱亚欣赏，老师好。你啊，从个乐山国的冲法来讲，我们持有原创，缓吸缓吐，慢慢的吸，慢慢的，毋过我感觉加跳入吸气当急，所以抽成功嘅，迄本嘅爱冲嘅时阵，你自家有感觉嘛哈？你谈叫跳去当急，当急嘅时，在你的后背时阵，你软讲就会做到无强。高音的所在就会烂音，会破音了哈。还有第一句技术春秋，你秋的时节，你莫做技术春秋，本人感觉嘅那个一这个音，技术春秋，你多讲说好的属音。在迄冇記到迄邊樣人家屬於乜不感覺而且創得個記嘅人，當然，猜人嘅係木匠名呢啲木匠嘅時節，是本人感覺到嘅跳起當劫啊，你自家要看你嘅重播帶就會安然哈。木匠了。
还有冰菜弦、2只弦子听一支，还有提示机、枪绳弦、2只丝丝，俾人感觉有受入面受到打击，所以俾人感觉气比较不足，同时又多少会走音。我俾人感觉你音飘走了，走音嘛哈。来枪绳弦的枪是咧高音，你是烂音的，那破音了啦，哈。所以唱山歌的洛山歌有讲过嘛，自由演唱，轻松的唱，我感觉你是当上唱了说，你也说洛山歌一下子交代唱不脱，有咁嘅感觉，吼，后悔唱了洛山歌，然后过天讲啊，加讲的，佢一条小缺点，加油！好，先生，先生，見我落去見咗嘛？係啊，冇省啊，都見咗咩？他一般鬆腿以前就做那個運動就好了。講法啦，講到冇省啦。沒有，當然有疲勞人家呢，這種人家哦，其實有一點重聽啊，你沒有大聲又不行，他聽不到啊。我每天都在講話。講啊，很夠啊！好啦，面對現實，看你爸爸過關冇來啊！看一下聽修整個分數。過關咧！容易。3隻點呢？哈。而家專一講法，他寫上對位。這個就專一。好嘅不想再聊了。保養嗓音係咪？係啊，很重要呢。其實講真咧，俺要主持節目吼，安尼硬講到嘅對人唱歌有沒有差呢？有啊。唔過我知道講法太上，唱歌沒有太上咧。真的嗎？真的。係啊。係啊，你。我要按樣練習。講法就唱唱歌按樣。希望欣賞。係啊。所以我講法較太上地位啊。唱歌就要太上咧。來，下來，下一位係來自梅爾利斯，吳丕雲帶來平板。平板啦。用伊主持人吼，你好，安尼糖度吼，發覺到吼，安尼新一胎安尼客家歌謠出來。哦，歌謠哦。真的。冇。有，係唔是 happy 啊？就不是那種感覺啊？沒有啦，怎麼可能？頭暈嘛，不要晃。體不以後，天后要有天后的戰士。好的。你之前有冇參加流行歌劇組誒？係啊。然後想去傳承客家文化，所以我來參加傳統組。傳統組。有心嘛？個傳統組有冇曉得哦？就有線上聽。哦，好當機會嚇？冇呢。冇。張一年啦。有臭屁哦！他說他有天分的意思。沒有啦。冇，其實唐吉嘅嗓音哦，真係會叫人呢。甜啊有。還有他那個。
台风，不会紧张那种。我发现这个传统歌跟流行歌，你真的蛮适合唱传统歌。你适合传承客家文化，对吗？很有意思。真的，这个，他有认真在经营。这个大任就要交给你了。好的。哦。好。嘿，厉害呢，真的。唱得清楚。唱好哎。好。好，赞！啊，以后这个传统的文化就让你负责带动了。好，希望我有这个机会。有，绝对有机会。对，谈一下公平的。傳下先生。除衰應該講啦，頭開線來講啦嗬，我對吳佩雲來講啦，伊神亡。啊？嘛個神亡了。因為佢淘汰賽嘅時間咯，我簽到佢冇票咩，所以我當神亡。哦。评审费拿得不心安，因此所以讲了无懈可击，对啦，没有地方可以挑剔了，对了，哈，什么呀？公众人哈，繼續哈將隻啲老師傅夾嘅後輩嘅腳步，冇啲人咩？繼續我們羅哥的腳步，執下腳步哈，繼續我們羅哥的腳步，多元成家嘛，哈，對啊。不太一樣。哦，迄假是還用大分數嘅話，要我分幾多分？冇95分來講，有冇有96分？哦，你講你當25分聽聽咧？哦，咩？我係100分來嘅，100分來講，你錯咧。哇，厲害！因為冇缺點嘛。係那安尼，真的挺好嘅。好厲害！你邱亞先生補充啊嘛。嘿，最深冷笑，有冇意思？對小朋友嚟講，我哋能夠將呢個傳統山歌唱安好，也難能可貴。唔過係呢，要我講咯，按照階段調咯，阿老二。這電影腦真係。小個電影腦，我電影寫嘅，我就唔做嘢嘛，又咪。四季八節去不搞，但係數下好得。四季六一八那一節啦，剛才那個裝飾音會好聽。你四季有八那節，就團結就感覺清口些。呢方面我就讓康思念。好，你既然愛更加努力咯，呢方面嘅本家就建議家宅裝飾呢，做長進呢會更加好，加油！好，國寶級的李老師，這個他求好心切，你知道嗎？他希望你好，還能更好。好，真的，真是太棒了，太棒！啊，你看有辦法過關？還要看嗎？當然愛啦哈。來看一下吳佩雲嘅分數。來過關。過關，朱先生啊，過關的啊，沒問題，96分，你知道，這樣就是96分。好，加油！有4分繼續加油。好，謝謝，恭喜你，來快做休息。我想到因為傳統的我唱到暗號吧哩，而且他那個台風穩健到很厲害，哎呀，感覺上過很多次這個舞台。對呀，哪像是才學1年多而已，那麼臭屁，真的。羅哥，人家繼承的腳步，你怎麼這樣？好加油啊！好，加油！好的，殺下來，喺來次拖延用咩？用教音啊，用教音帶來落山歌。好嚟，彈下啦。大眾唱，唱山歌呐，唱到了。對面啊，過來風啊，
演技好，哎呀，要老朋友啦，老朋友啊，今日吼，我同讲，佢特别带来吼，加个偶像的个算是卡带啊，卡带，系啊，两个副卡模后糖嘞，卡带这个东西。要有那个机器，唔記得咧。卡帶對後生人來講，咁啊天方夜譚。卡帶就算了，這位是誰的卡帶？不得了。這個是李秋霞老師的卡帶。在80年前出的卡帶。上個世紀出的卡帶。我家講家用就當後也上過。哦，秋霞先生嘅上過。所以基隆市。基隆市我家講鹹菜嘅時節，佢較會糖嘛嘅呢，糖嘅。你看那裝可愛，你看那裝可愛，你看。看起來沒什麼差，真的。我媽查。國寶級嘅，佢出多創安尼客家山歌創60年嘅。60年咧。60年一甲子呢，哈。中華民國那張100年，佢哋創60年就過啦。很厲害。跟我家用帶有我也不考慮嘢吼，喊他們做嘛個行動冇嘛方便啦，我就買個人兩台嘅個特別有一種來個呢愛美的聲，對對對，跟太大嘅動落去，鬼嘢嚟見轉咗嚟，哦對對對，跟我喊佢做吉他啊，哦，你們做的創作啊，有，咪特別細學過就用嘅呢。很大片的那種卡帶。路邊啊，頭一台。進來進衝，然後賣機器那個。賣機器咩？夾式的啦，叫夾式的。我跟我爸去看的。買啲兩台，一台俾我頭分，別糖快的，上兩個又買過一台，又當過一糖。哦，這真的很珍貴的哈。冇嘢哈，快的就純帶嘅哈。買啲啊。另外一種有咩非常嘅吉他？係啊。也杜芳吼。沒有車吉佢先生哦，老李秋霞唱，沒有曾民祖先生呢？沒有曾民，哎呦，但曾民祖對，杜芳冇，好。有啊，李秋霞。但是人家應該差唔多平批嘛，吼。平批嘅嘛，哦，個。唱那客家歌謠，算你愛就較早期啦。啊，等我就腔下又在人啊。來比下先生腔起嘛，哦。我就叫來比下老師係我嘅前輩，但是我哋講老邱玉春了，後頭邱秀賢。好，手機這樣是我的腔下關的黑膠唱片，38度轉的。哇，38度轉。沒有，你龐氏兄弟嘅，米樂唱片公司。對，所以啲卡帶一當做以前我哋試曬要在南亞傳播公司，要腔下關咗歌嘅。啊，我楊琴都知咩差唔多咁樣時間呢。我楊琴都是大間公司。真的，所以很多不同族群的朋友可能看到他們覺得其實他在我們這幾位在我們客家界真的是舉足輕重。雖然不是天氣好好，糖家帶來就是的呀。對呀，對啊，我媽媽頭擺做嘅糖李秋霞先生那個楊琴都知，大擺糖大擺叫，你叫嘛個喏？他講有沒有播？真勁哦！哇，要懂。感人的音樂是可以一直流傳下來，真的，流傳下來。都報名啊！哈，痴呆嘢哈，我一下變到一個啊！喲，也咩李秋霞唱嘅咩？哎呦，痴呆其實還是他們家歌叫做有印象啊！哦，哇，這很感人。所以他就想講，佢痴呆就盡量別彈，冇別。冇行下推發嘅哦，對，啊冇痴呆是以前嘅你啊，天修整啊，天使老師，創造2.0幾個都帶你做工，係啊，好，安尼唔怕啦，幾周閒嘅啦，周閒，安尼要是留下人車好好嘅糖啊，好好嘅練啊，哦，真珍貴嘅，好，係啊，安尼免推獻色來談一下欣賞功，欣賞，好，安子生，我哋教演手指哈，時常係會多轉來，吼，鬧熱打擂台，所以呢，在了現場嘅時節應該唔會有個緊張嘅現象啦，吼，所以我希望講提醒一下這種平常心，然後個先歌詞先重要，歌詞啊，吼，香港本人唔係一下唱 T 記係打坐，吼，唔係入上，一下。聲音要明確，唔好講一下個，哎呦冇確聽咯，僵扭，所以嘅音是會跳踢，好會打，有冇哈？咁樣，所以嘅打坐方艙，唱山歌呐。
做唔得半路都嘅关系，吼做唔得按接要做唔得咯。苍山高南，吼，唔免多留认识，哦，做咧拢接人，现场的时候可能一家跳戏，让别人来跳，哪到应该会玩戏的时节，夹夹想办法，一家去处理好来，让后背的戏让它顺。 对，好不好？加油！好，安子姐，好，来，欢迎下余潘嘅歌欢迎下用表演嘅分数。风飘摇来山来过啊！你加半客家人嘅嘛？我加要咩加福佬人？要加福佬人，你客家話講。對對對對對。係咩？桂兒講嗰種好客家人，因為係啊，係咪？講桂兒啊，因為我嘛嘅。 客家桂兒，对对对对，客家国语。对，我在育人国小当志工哈，那校长说你要说育人国小，你说艺人国小。艺人是喝的那个叫艺人。对对对对。歡迎下余潘嘅歌館，歡迎下用表演嘅分數。嚟。 歌館，歌館咧，是嘅，恭喜啊！誒，最得好好嘅彈，好好練啊！好好練習，好嚟，撒下嚟，撒下來，來自桃園觀音，一皮帶妹帶來三個字。嚟，等我啦。 見面了哈，要見面咧。你好多年啦？我好多人，好多人哦。嘿，好多人啊！你那唔係有講起，自細漢就做事啦，啊世界事啊，你都啊做事啊，有個人嘛去做事做啊做。我這做小工吼，對人做工吼，什麼話都學，什麼話都講啦。很厲害啊！你去到客家莊嘅嘛？有啊。 去到客家莊，所以學客家話。去做董雜茶嘅咪有。哦，你講翻嘅強，老客家人就強用啊，客家腔啊。現在70多歲啦，70多歲啦，學那麼多年啦，幾歲就學。我就客家人的。係啊係啊，那我教你哈，我去福華飯店，富法富夫。講什麼話？國語。 我去什麼？我去福華飯店富法富夫。我去福華飯店，
不要放啦，这炸都便宜啊。是不法不夫吗？不是啦，你不要考我那个国语啦，我都讲不出的啊。你講未準啊？歹勢啦，我要會使啊，我拍死拍死啊！對，翻譯咗唔知就錯咧。對啦，你不要考我這個啦。你加本客家人係嘛？我加有咩加學老人？要加學老人，你客家話講。對，講啱好。係咪？國語講到種好客家人樣嘅。係啊。講國語啊，除了我嘛個。客家國語，對，客家國語。對，我在育人國小當志工哈，那校長說你要說育人國小，不是藝人國小。藝人是喝的那個叫藝人。對，我經常學不會，你知道嗎？藝人。跟唔怕唐律師就好了呀，校長這麼計較。10幾年了，還不會講國語哦。哦，還沒有辦法說育人就對了。對。那叫他們改名字好了啦。藝人國小聽起來也很健康。藝人國小很出名呢，很出名。對。哦，那他真的很厲害，很有語言天分呢，哈。真厲害哎。根本唔講，根本就是客家人啊。係啊。客家人，客家國嘅創都很好啊。係啊，創得清好，就是發揮功得清好。忘記哈，對啊，今天有忘記嗎？今天有忘記嗎？現在還好吧？有人說沒有啦。沒有，唱得很好。哎，對，唐先生告別，對。好，第尾字哈。其實我感覺伊本身講嘅客話也清壯嘅啦吼，雖然講佢本身福佬人，但是客家莊帶叫落伊自己言也算清壯。從伊咁樣來講，牛師來講係算茫茫嘅咯，茫茫嘅嚇。但是呢，由於基學一同講嘅嚇，也係人講啊，創刀熱頭，創刀佢哋係刀，唔係創刀。加創係創刀嚇，創刀熱頭扮田果。創到了來年那天啊！好，再過來呢，我也同講嘅嚇，當然辦了，因為也做得以後，但是人個戲師啊，戲師貼強多，乜個是來是得幾，比如講蓮花流淚要來咪嗬，是哪可以啊？哦，蒼山流淚要來，所以人個淚強多，將一當然人家客家山歌要廖那奧亞呀戲師來貼，唔是講特到就唱來，嚇，所以人個淚是強多，希望佢哋唱嘅算清好，就除咗佢哋唱到嘅多唔係多以外，嚇，我相信呢個人嘅山歌還會越唱越進步，再加油嚇，加油嚇！可以唔可以過關冇啦？可以嚇。入去帶我嘅分數。過關，厲害，你好多年啊，你係厲害啊！客家人啊，你係客家人。恭喜啦，恭喜啦！幾十年，恭喜也可以哈。好，多謝嚇，多謝嚇。好啦，沙落去嚟吃桃園嘅榕梅。係。陳順基帶來嘅平白。好嚟，等我啦。
谢谢。春基记好。春基记，你体拜来参加呢传统组的嘛？系。传统组体拜吼。之前流行组参加几下拜过嘛？嘿嘿嘿。哦。跟一般用我转向，不是一般用我。没有，也是要来传承人哋客家文化。係啊，對個片源咁樣啊，也係蠻人鼓勵人支持人來。沒有啊，老實說啊，你還是唱傳統的好像比較好。好。哎呦。你有過？哦，為什麼他就認為你流行歌曲組希望你放棄就對了？是。沒有，剛剛唐唱得還不差。清後啊，唱清後。很好啊，哎，你對這個有信心？還好吧。有信心沒把握。還好啦，還可以啦哈。係啦，好啦，來唐先生的公平來。去下先生。你講山歌平板山歌是按照腔調冇腔潤，腔潤冇腔調。老山歌是腔潤，絕對世代新聞是冇腔調。啊，所以你平板同你歌詞非常的好，你王義貴先生吼，佢啲歌詞非常好，又傾人很好。行你講家尊兩尊佛，何必去西天去求佛？哦，就咁樣吼。所以個阿朋友講過娘親肚子嘛，娘親肚子嘅意義是講希望大家又好，你阿爸阿妹，然後你推是講孝順的爸爸一代，被遺棄的下一代，我們都是孝順的爸爸。啊，對，哈，不論樣乜嘢，真嘅還是要友好哈，因為人樣乜嘢，喺團強當佢會要讓學讓啦，哦，你啊，所以你講你歌詞嘅體會化啦，哈，咁過行你強當講哈。你嘅前期練小劍嘅時候，就感覺二轉腳唱得真好，不過二轉腳一下子收入不夠，比較個較單調嘅，嚇，你說個說個較長調較軟調嘅，其實你上面唱歌是有堂嚇，還有前期晚點嘅時節，咩感覺收音聽單調嘅。萬古流傳，嗬，都了解嗬。所以幾首歌嚟講，我平平順順是講嚟講嘅，而且輸音嘅時節你記得，嚇，唔好講，一下係團音，你比較較大聲啲嘅，因為你有呢個條件嘛，你唔係冇條件啦，你有啲條件，還有同時你唱歌唔係必上手，必要咪，有人上親嗬。他幾種腳唱得唔好，你講一撒生好，一撒種腳好，你平時乜起碼啥幾種腳好嘅人，所以就要去想嘅，你即平常時需要去練，哦，還有講四季八節你注意嗬，你非常非常注重四季八節，434、3集，434、3按到四季八節，穩去不適當就會扣分，我注意哦，加油！好，謝謝老師。可以他們過關。好，看一下陳春基嘅分數。好的，過關。過關。恭喜，好嘅好啦嚇，安尼做團結流行歌曲嚇，表演的，傳承客家文化，好嚟表安尼客家文化嚟嚇，好嚟按這些嚟這邊啦，好嚟殺下嚟嚇，殺來去來吃沒有呢條款，來上帶來三個字。哎呦，我羅鳳賢啊嘛，係，啊嚟彈個啦嚇嚟。
洪泰哥好，哎呦，又见面喽，又见面，对，请教一下雷多拜呀。就双拜雷。创个流行的，强拍啊，么个强拍啊。哦，强拍，强拍，做面投胎啊。系啦 ，PK 哦，PK，我们很多 PK 是加什么茶呢？不茶，做的啦。啊，记牙关哦，有记牙关啊，系啊。哦，结果冲破就回家了呀。所以啊，想一想，流行歌曲组还是放弃好了。哎，来传承客家文化，传统的较好了啊。对。哎呀，较适合了啊！有啊，上次访问来讲啊，唱个那个查甫人的歌，查甫人，我飞一下，再来飞一下嘅。你还要唱嘅啊？唱一下咧，我买一条唱嘅嘛。我礼拜17咯，下礼拜6哦，伊本本嗰度唱，我唱吉那里。吉那里係咪歌？伴奏2年的。哦，那算了，那算了。唱罗时丰的歌很低吗？我没有唱你的。对啊，喊咱们唱阿妈嘅歌。哎呦，是不是老了？台语的啦，这算咩？为着爱情不如意，一时才来卡开开。你明明知影袂当无你，也是侥幸做你去。恋的是天言不语，变心的是无风雨，叫我要安怎听你？啊，演戏啊演戏，参酒甲落去，希望最后将你放落去。这样都唱完一条歌。对，哎，所以你看这些歌哈，真的对他们来讲也是影响到他那一年代的，就像这些老师影响到我们多少客家界的朋友，对啊，也影响到你们，对不对？对，还有上个朋友啊，佩瑜，所以我还算有点影响力哈，非常有啊，你的歌很出名，出名了，非常有啦，很多了，对，太多了。我最近又要出唱片了哈，请多多支持，多注意一下。好，来，唐下先生来讲。唱歌来讲，有一个人的竞赛，一个人的比赛，一个人的表演。啊，家下人来讲啊，表演啦哈，就懂吃油，懂吃菜。啊，但是真正到爱比赛家下，感觉个精神嘅压力就无同样嘅。好像讲，人家都平时唱人都要咬人样嘅嗬。就有一只嘅壓力咧，也個精神，同個安尼個本感覺到，伊唔係伊吃菜安尼吼，也做講比賽老競賽老表演嘅無相同嘅地方啊咧。韓國人唔講嗰啲嘅發音，後輩嚟講嗬，頭前咧比較省啦嗬，有潮歌嘅咩啥，唔唱係嘅潮歌嘅咩啥啦嗬，潮歌愛路啊，較高嗬，唔係潮歌安尼嗬，而家個潮歌安尼啦嗬，嚇，而家差唔多咗啦，本然做一個漢語詞啦嗬，繼續嘅時間呢，能夠有好改進啊嚟嚇。有什麼先生？唱民族先生補充下。好，啊你遇上泰國嗬，人生唔係人生。哦，人生人哋記嗬，身體健康，快樂，嗬，快樂到安樣人，衝上去安樣人嘅潤腳，所謂係浪掉，哦，อันนี้โลจา人會講，啊，你成個會鳥人係浪掉，就係安尼意思，所以體勢上自家要注意一隻嘅潤腳，自家做穩來，啊，讓我們跳走去。哦，我哋啊，加強哦哈！好，阿子姐，阿子姐，來，歡迎下高管來。歡迎下來上嘅盤叔。高管。冇問題。要高管嘛，要高管。點樣開線啊？講真，線上冇人嚴格，好唔好？下禮拜開始就會看嚴格的哦。哦，所以好好練下嚟嚇。阿子姐，啊，再見啊！什麼？啊，你我相信韓東到好唱歌嘅朋友，
加天发来，096667人韩语嘅传真天发，0227778232。好，等大家来报名哈。好，今日非常多谢哈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我们多谢辛苦评审欣赏，什么欣赏？谢谢。哎呀，辛苦了哈！恭喜各位参赛者，恭喜恭喜，继续加油！还有最重要的是孟小飘老师，还有各位辛苦的孟翠欣赏，越来越帅了，越来越帅，越来越帅，谢谢老师们，人红就会帅啊！来，同学们也辛苦了啊！下礼拜5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闹热大擂台》，闹热中下來，拜拜。